来哦，本地是来预测讲，风台今仔日中昼就会为南台湾来登陆，所以为着民众的安全，今仔日全台湾22个县市全部拢来响风台假。谁知影这个风台会行遐尼啊慢？真侪民众是趁着风台也未来的浪芳出门拍拍照，讲这个连锁的 KTV 拢客满，啊健身房、百货公司甲电影院等等，一透早人就滚滚滚。 唱歌开讲，隔壁爱心 KTV 包厢内底，大家是耍到够欢喜，唔惊山道里风台变化，把握风台假招好朋友来唱歌。1点多开始了嘛？对，唱到几点？就早上9点，系统单机啊，我们在那边等很久。 没办法进去，我大概1-2个小时啊。大家还是狂欢啦，因为毕竟大家很多人都压力很大。从社会包厢内底行出来，嘛感受到路口的风表现得真好。Oh my god！ 你看是不是有台风？还是得放吧，我要回家了。业者讲，今仔日订货全满，嘛，互伫咧门口卖货阿姨一挂赚到风台财，赚了将近4000块。 还不错啊，比平常多了差不多有1半哦。风台假这空，同济所在阁有这个车。健身房内底走表当中训练，人坐甲看袂出有风台的感觉。知影特别是风雨也无大，赶紧出门运动。 百货电影院，人嘛坐甲吵吵吵，大家心情看起来快乐甲轻松。啊，这个气氛早就伫咧前一天宣布停班开时，就已经开始咧传。停班停课！停班停课！听到迄个中原大学宿舍内底学生有够激动，伫咧东部风台假前嘛真热烈。 花莲的民众趁一无风雨，和朋友烧酒拍篮球。每天基本上都会来，怕明天打不到，因为怕那个下大雨。虽然全台湾同齐休假，民众嘛趁风雨也未扫回来，赶紧出去拍拍照。不过随风台变化，影响的哪来哪大，风灾绝对唔通大意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